首选，守住最新消息，就在多伦花乐比之家官方面子书。哇，你的歌词好赞嘞！到底累积了多久？不要排泄困难，整个人难受有负担。所以我们要养成每天有进有出的好习惯。听着 T 子8月台台的 T4C 就会来了。让 T 子把一套快充酵素和直接帮你全部排出来，身体焕然一新，心灵美一天。快到 myDog 或各大中西药行及超市都有 T 子一起养成日常保養好習慣。第一時間衝向你嘅，可能唔係屋企人，而係屋企入面嘅貓小孩。佢唔會嫌棄你，唔會埋怨你，只係會一直陪伴住你。所以千祈唔好遺棄，唔好虐待，亦都唔好忽略佢哋，因為寵物唔係一時嘅新鮮感，而係陪伴一世嘅家人。你好啊，我係 Melody 早晨嘅師嘅啲人溫慧欣。寵物亦都值得同樣嘅愛同承諾，善待動物，從珍惜佢哋開始。一個寧靜近乎完美嘅社區 Oak Street 突然水電中斷。Why is not working? I thought the whole neighborhood has lost power.